喺超市買包裝好嘅肉，你會唔會再稱一稱？我唔會磅啊，梗係唔會啦，信佢噶嘛。冇，完全冇。我哋啲相信加拿大嘅，同埋爭一少少都冇所謂啦。CBC 最近嘅調查發現，加拿大兩大連鎖超市 Loblaws 同 Sobeys 旗下門市嘅包裝鮮肉有32款出現唔夠稱嘅情況。如果同你講包裝顯示同實際重量最多嘅差距超過16%，你又會點睇呢？咁我要去 wait。而家你唔 remind me，when I go home maybe I will wait。咁就啱啦，咁樣應該係即係老實啲，係啦，咁樣啦，足稱啦，已經起碼。講個老實話，即係我即係見到呢啲新聞啦，我都盡量 support 啲細間啲supermarket 啦。但老實講，如果真係發現唔夠稱，你會點做啊？即係如果真係唔夠稱，我都唔會翻去啦。有錢都去咗啦。我冇咁 paranoid， 不過即係或者應該開始稱下。不過一稱咗一係唔夠稱都唔知即係點辦啫。即係去投訴又好似差唔多唔 worth， 即係揸車去跟住再 exchange 即係好難件事嚟嘅。其實按聯邦規定，食品標示嘅淨重唔可以包括包裝重量。而加拿大食品檢驗局 CFIA 話，由舊年類似嘅報導出咗街之後已經加強抽查，但暫時只係發過警告，冇出過罰單。不過前 CFIA 檢查員就批評，現行最高15,000蚊加元嘅罰款對大型連鎖超市嚟講係不痛不癢。嚇，15,000蚊咁少，大公司喎。It's nothing to them， 即係佢哋咁大間公司。但都有街坊話，一於少理，最緊要新鮮。唔會對佢哋冇信心。冇錯，我希望就係新鮮，最緊要。你哋又係邊一派嘅呢？歡迎留言同我哋分享下。